焦慮症係指以過度焦慮或恐懼為主要症狀嘅一啲精神疾患。焦慮症嘅症狀可以分為兩方面：生理上同思想與情緒上。喺生理上，常見症狀包括冒汗、顫抖、心跳同呼吸加速、肌肉繃緊、胸部同腸胃不適。而思想與情緒上，常見症狀包括擔心、緊張或不安，覺得難以控制擔憂，預期危險同可怕嘅事情即將發生或厄運來臨，逃避引起焦慮嘅事情或情景。喺呢啲精神疾患中，比較常見嘅包括廣泛性焦慮症，即係對日常生活中多種活動或事情出現持續同過度擔憂；特定恐懼症，即係對特定事物或情景出現極度焦慮或恐懼，例如驚蜘蛛、怕見血或畏高等；驚恐症，即係重複出現短暫而突然湧現嘅強烈恐懼或不適；社交焦慮症，即係對社交情景出現強烈焦慮或恐懼，並會逃避呢啲情景。焦慮症嘅症狀往往會妨礙患者日常生活，令佢哋出現精神困擾。若果你出現類似情況，請及早尋求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嘅專業評估，並接受適切嘅治療。點樣治療焦慮症？藥物治療。當患者出現持續或嚴重嘅焦慮症狀時，醫生會處方藥物，例如抗焦慮藥、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、血清素及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等，都能有效治療焦慮症。心理治療，例如認知行為治療，對多種焦慮症均有療效。如果想協助患者，你可以體諒佢，協助佢建立規律生活，聆聽以示支持，同埋留意患者情緒變化。喺有需要時，陪同佢尋求醫護人員嘅協助。親友嘅關心同安慰可以幫到患者，亦會令佢安心好多㗎。